看过蔡总统伫美国的消息，出来看前总统马英九伫中国的消息。前总统马英九昨参访武汉的档案馆的时呢，学了武汉的疫情初步做了真好，是对人类的贡献。更加针对武汉的包机甲中国会失利，认讲咱的政府造成困扰，这话传回台湾，引起民进党这个批评。当时做指挥中心指挥官这个陈时中就讲，马英九应该是因为家己无做什么代志，有淡薄仔心虚，讲这话甲事实无符合。行政长陈建仁嘛表示不解，批评马英九是屈从你甲应付。这个国民党呢，赶紧就回呛，民进党讲唔通抹黑兼抹红。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拜祖先，曾参观武汉防疫展览馆，学了中国防疫真成功。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，这不是对中国大陆，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。人一个活过去，就来甲蔡政府结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的政府造成你们的困扰。万年学了中国的防疫有够搞的，佮甲中国会失礼，这话传到去台湾，和防疫第一线指挥中心看甲愤愤气。他自己是因为都没有做事情，所以有点心虚，讲这些话其实都跟事实是不相符的。屈从附和这个中国，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。全世界都惊呆了，这个马英九总统真值得提名做诺贝尔医学奖。或者诺贝尔可以为他设置一个这个诺贝尔两岸和平奖。他一定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，也会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制度。马英九和大家骂甲无赖，讲一讲伊嘛记到国台办主任宋德，单位内底5摆讲到九二共识。大陆国台办最近的记者会也再次还原9·2共识的原汁原味。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。不过，当讲完，国台办随甲好康捧出来，4月初开始两航航班，台湾旅客唔免阁看 PCR 证明，敢若看快胎。不要在这个时候去配合中共进行统战作为，马前总统都愿意一一的配合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惜吗？态度就是说，希望让两岸之间可以往来越来越频繁，这个表达了一种善意，希望说。交流更密切，往来更频繁。马英九行程以行为去动到两岸敏感神经。过一天，宋德一陪马前总统去拜祖先，伊家是这座访问中国上界精彩行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